呢一台14年嘅 S3型咧，底盤號碼係 W3條2嘅。我拆空咁多嘢，拆咗儀表台做咩咧？我哋咪換蒸發器喎。拆咁多咧，我哋目的咧就為咗拆防火牆入邊嘅呢幾塊嘅隔熱棉嘅。因為呢台車咧已經有10年啦，個車主一直都話呢台車點解10年車仲係一種新車味道嘅咧？其實嗰種唔係新車味道嚟㗎，其實一直咧呢台車係因為由於呢個咁嘅防火牆嘅面咧一啲材質散發出個味道，所以咧由新車到依家一直都有呢種味道喺度嘅。呢種解決辦法咧，只能夠係成個儀表台拆晒啦，拆晒啲閉氣箱，將呢兩件嘢同埋呢個馬鞍呢一件隔熱墊咧，全部換咗佢，咁樣就從根本上面解決咗呢個異味問題㗎啦。如果你台車都有咁嘅異味嘅話，咁就要盡快嚟更換呢幾塊墊。如果唔係咧，長期入邊你吸嘅係一種甲醛嚟㗎，對我哋嘅駕乘者咧都有好大嘅傷害嘅。我係專修 Benz 28年嘅 Benz 雄，幫你安心開奔馳。